你問我老咗最驚啲咩？係咪驚死？唔係，我話你聽，老咗最驚嘅唔係死，係死唔去。好多人都話長命百歲係福氣，係上天保佑。但係你試下諗，如果嗰種長命係全身插滿膠喉，手指粗嘅管油喉嚟篤入肺，肋骨俾人急救嗰陣，撳到斷晒個腦清清楚楚，但成個人得對眼可以擘大，連手指尾都喐唔到，就係咁樣喺張床度活多10年8年。你話我知呢種叫福氣定係叫折多？我蔡崇一世人追求先閒，做人做到咁大，最憎就係麻煩。活要活得周直，走都要走得爽快。去到最後個關，我絕對唔容許自己走得咁難睇咁肉酸。今日我就坐喺度，將我呢幾十年睇得最通最透嘅生死觀一次過同你講清楚，講到明。如果你想人生最後一段路都行得順風順水，坐喺度慢慢聽我呢個老嘢講幾句真心話，你試下合埋眼諗一個畫面，你瞓喺醫院張冰冷嘅病床上面，天花板嗰支光管白朗朗咁照住你，左邊右邊都係儀器，嗰種嘟嘟嘟聲1分鐘60下，永遠唔停。你條頸被人開咗個窿，插住條粗過你手指嘅膠管，焗住部呼吸機，每一下吸氣都係機器逼你嘅。你聞到嘅唔係屋企廚房傳嚟嘅飯香，而係一陣濃到化唔開嘅消毒火酒味，夾雜住自己身體慢慢腐爛，嗰種你自己都唔想聞嘅腐嘔味。你想講嘢，但喉嚟得個窿，擘到個口最大，都只係得幾下嘶嘶聲，難聽到你唔想再出聲。你想舉起手撥開啲管，但你發現連手指尾都喐唔到，好似成個人俾人供咗喺張床度。最得人驚嘅係你個腦係清醒嘅，你清清楚楚知道自己變成一條淨係識得呼吸嘅死肉。你話我知呢種活法同傳說中嘅18層地獄爭幾遠？我今年83歲，活到呢個年頭，送走嘅老友多過你食嘅鹽。我親眼見過太多老友記喺呢種狀態下被醫生護士夾硬救，救完一鑊又一鑊，好似拍戲咁，但套戲永遠唔識完。根據醫管局自己嘅數字，80歲以上嘅長者接受心肺復執足急救之後，可以成功出院嘅機會低過5%。你冇聽錯，100個人得5個可以出翻院。而嗰5個入面，又有幾多個係行得走得，可以翻屋企食餐安樂茶飯？現實啲講，大部分都係變咗植物人，或者以後都要靠部呼吸機過活，邊度都唔使去。你儲咗成世嘅積蓄，仔女為咗你爭產，爭到面紅耳熱，最後換嚟嘅唔係生命，而係多幾個月甚至幾年嘅活地獄。我話你聽，呢啲唔係醫療，呢啲叫合法嘅折磨，叫慢性嘅凌遲。好多人聽到呢度可能開始指住我個鼻話：蔡生，你教壞人，你鼓吹人哋放棄治療，你咁講係不孝，係大逆不道。你哋錯晒，錯得離譜。我蔡叔係全天下最吞生怕死嘅人，正因為我咁中意呢個花花世界，咁中意食好西，咁中意享受人生，每一刻我先至對生命嘅質素有咁高嘅要求。我唔係唔要命，我係要一條有血有肉有笑有淚嘅命，而唔係一條插滿膠管連放屁都冇聲嘅命。我絕對唔容許我人生嘅最後一頁係由一堆塑膠喉管同埋冇尊嚴嘅排泄物嚟畫上句號。
所以我一早簽好咗嗰份叫預設醫療指示嘅文件，白紙黑字寫到明，仲揾埋律師同醫生做見證，一式三份，安安樂樂。我講到明，萬一我有咁嘅一日，請你哋全部人放手，死都唔好救我。呢份文件係我送俾我啲仔女最後最溫柔嘅一份禮物。我唔想佢哋喺我生命最脆弱嘅關頭，因為世俗眼光，因為三姑六婆嘅閒言閒語，因為所謂嘅良心同社會壓力，而要背負起決定我生死嘅千古罪人角色。你諗下，要個仔女親口同醫生講唔好救我爸，呢個決定有幾咁難開口？呢種救得一秒得一秒嘅諗法，表面叫孝順，實際係呢個年代最虛奇、最骨痹、最極度嘅殘忍。你係愛你嘅親人，定係愛你自己個心安理得？你諗清楚未？講到呢度，如果你都認同人生嘅主導權，由出生到去世都應該揸喺自己手入面，想了解更多點樣可以活得通透、老得體面，甚至係點樣準備一份屬於自己嘅平安紙，咁你就要記得訂閱我哋呢個順風順水頻道。我哋呢度唔講迷信風水，唔講假大空嘅人生道理，淨係想同你坐低，一人一杯茶，陪你一齊喺呢個殘酷又美麗嘅世界入面，揾翻屬於自己嘅自在同尊嚴。自從我太太走咗之後，我做咗一個好多人都覺得嚟嘅決定。我賣咗九龍塘啦沙利道間舊屋，間屋跟咗我幾十年，花園嗰棵樹我親手種㗎。好多後生仔唔明，問我：蔡生，你冇病啊嘛？點解要賣樓住酒店？你係咪嫌錢腥？定係學人冇根？你哋又錯晒。你試下返屋企打開你個衣櫃睇下，你囤積咗幾多件10年都冇着過嘅衫？你望下你個書房堆咗幾多沓過期雜誌、舊單據，同埋你根本唔會再睇多一眼嘅廢紙。物質呢樣嘢，年輕時係成就，中年時係負擔，去到最後全部都會變成阻住你上路嘅催命符。我依家住喺尖沙咀間海景酒店，幾千拿大套房，望出去就係無地維港景，天光睇日出，天黑睇幻彩借香江。我想睇書就攤開本書，想望海就企喺窗前發呆，冇人煩我。廁所條浴巾永遠係雪白乾爽，仲有陣淡淡嘅柔順劑味。唔使我洗，唔使我晾，唔使我記住今日星期幾要換床單。最緊要係咩？你話我知。當我有一日兩腳一伸喺酒店房入面走咗，酒店經理會即刻報警，會有人處理得乾乾淨淨，唔會留低一堆雜物、一屋垃圾、一沓欠款單俾我啲後輩慢慢頭痕。呢個唔係冷酷無情，呢個係我對後輩最後最負責任嘅溫柔。之後我將我畢生收藏嘅字畫、古玩、紫砂茶、絕版書籍逐件送晒出去。朋友嚟探我，覺得邊樣靚，我就叫佢攞走，唔使客氣，唔使同我講價。佢哋覺得可惜，話蔡生，你使唔使咁急啊？留翻慢慢睇嘛。我就覺得好自在。你冷靜諗下，你死咗之後，你啲仔女會點處置？你呢堆所謂嘅心頭好，佢哋未必識欣賞，可能隨手丟落垃圾桶，可能成箱送去救世軍，可能俾樓下間二手雜貨煲幾蚊一件咁散晒。與其係咁，點解唔趁我仲有氣有力，仲講到嘢嘅時候，親手將佢哋交託俾一個真正懂得欣賞，會每晚摸住佢
多謝我嘅人。呢種捨得唔係冇感情，而係一種修行，係對生死嘅一種圓滿安排。你死都死得眼閉，因為你知你嘅寶貝去咗好人家。我成日都話，人生最緊要係學識點樣輕裝上陣。你睇下公園嗰啲阿伯，朝朝5點起身晨運，行到身水身汗，飲綠茶要冇糖，食飯要計卡路里，為咗健康搞到自己呢樣唔食嗰樣唔掂，成日愁眉苦臉，望住個血壓計好似望住個炸彈咁。你咁樣就算俾你捱到100歲，又有咩意思？你係活到100歲，但你嗰100年都係憂心忡忡，眉頭深鎖。呢種人生叫做長命定叫做受罪？我同你講，要死得唔驚，首先就要活得夠本。呢個夠本唔係叫你使晒啲錢，而係叫你將你生命嘅每一日都填滿你最中意嘅人同事同物。我抽煙飲酒食肥豬肉，煎得香噴噴嘅鵝肝，我照食。唔通我唔知呢啲嘢會生癌會塞血管咩？但我話你知，心情愉快先至係身體最好嘅靈丹妙藥。如果你日日為咗健康搞到自己神經緊張，血壓仲高過你唔戒口嗰陣，就算你長命100歲，你個靈魂都已經喺30歲嗰年枯萎咗。之後嘅70年，你只係行屍走肉。我寧願約3、5知己坐低飲杯靚紅酒，食件煎得外脆內軟嘅法國鵝肝，大家高談密論，講下當年點樣追女仔，點樣走埠，點樣俾人搵笨，然後哈哈大笑，笑到飆眼水。呢種快樂係由個心度搵出嚟㗎，係有溫度有能量㗎。當你每一日都過得咁充實，你對死亡嘅恐懼就會自然減少。你唔會再怕佢，因為你覺得自己已經賺夠，甚至賺突。好多人又問我，蔡生，你一個人住酒店，對住4面牆，對住個海，會唔會覺得孤獨？會唔會覺得停涼？我話你聽，我不知幾咁享受呢種孤獨，簡直係人生一大樂事。你要分清楚，孤獨同寂寞係兩回事，差天共地。寂寞係你唔情願，咁得返自己一個，你心入面空虛，死命想搵人陪，但永遠成個電話簿都冇人聽你電話。孤獨係你主動選擇，同外界隔絕，你享受同自己內心對話嘅珍貴時刻。我一個人喺房，可以對住個海發呆，成個下晝乜都唔做，淨係睇住啲浪花，諗起以前同太太搭郵輪嘅日子。我可以攞個放大鏡，慢慢研究一件古玉上面嘅雕刻紋理，研究佢係邊個朝代嘅手藝。我可以攤開一本書，由下晝睇到第2朝天光，冇人話我烈，冇人催我瞓。我嘅時間完全屬於我自己，呢種自由先至係真正嘅順風順水。你如果未試過，你真係要試下。仲有一樣嘢，你亦都要學識，就係接老，接納自己，老去同自己和解。皺紋係人生閱歷嘅勳章，每一條都代表你笑過、喊過、捱過、愛過。白頭髮係你年資嘅證明，你唔使再染黑佢，染到成個傻佬咁。點解要收埋佢哋？你要好自豪咁展示出嚟，話俾啲後生仔知，睇下我呢一世，我行過幾多路，捱過幾多風浪，食過幾多苦頭，先至有今日呢份從容同淡定。呢份從容係用錢買唔到嘅，先至係最好最天然嘅化妝品。你睇下我從嚟唔化妝，但係行出嚟個個都話我精神，因為我個樣就係我嘅履歷表。我今日講咁多，
講到口水都乾，唔係想炫耀，而係因為我想教曉你哋一樣嘢。人生好短，短到你眨下眼就過咗大半世。我見過太多人帶住滿腔嘅不甘、怨恨同慄怒離開呢個世界，佢哋走得好痛苦，因為佢哋覺得全世界都欠咗佢哋，佢哋仲有好多嘢未做，仲有好多地方未去，仲有好多說話未講。所以你今日坐喺度睇我呢條片，你就要醒啦。你唔好再等，你唔好再拖延，你想做嘅事就即刻去做，你想見嘅人就即刻去見，你想講嘅說話就即刻拎起電話講。呢個世界冇任何一樣嘢係會等你準備好先發生嘅。你打開你手機入面嗰個備忘錄，你望清楚，你記低咗幾多個願望？你問我老咗最驚啲咩？係咪驚死？唔係，我話你聽，老咗最驚嘅唔係死，係死唔去。好多人都話長命百歲係福氣，係上天保佑。等到你走嗰日，一個願望都未達成，備忘錄就變成遺狀。呢種人生唔係叫負責任，呢種人生叫浪費，叫對自己殘忍。所以我主張及時行樂，唔係叫你亂使錢，而係叫你尊重自己內心嘅慾望。你想食碗雲吞麵，你就專程搭車去揾全港最好食嗰間，慢慢坐低，食完飲埋碗湯，唔好求其喺屋企煮個公仔麵就算。你想睇場戲，你就買飛入戲院，買包爆谷，大大聲笑，大大聲喊，唔好喺手機睇翻版，睇到蒙查查。你要將生活過得充滿儀式感，你尊重生活，生活先會尊重你，你先會覺得自己真係活過。記住，條命係你自己嘅，點樣謝幕應該由你自己做編劇，自己做導演。你希望喺一堆冷冰冰嘅機器圍繞下，掙扎到最後一秒，全身插滿喉，連親人都認唔到，定係希望喺屋企，或者喺一個你中意嘅地方，喺家人溫暖嘅陪伴下，聽住你最中意嘅音樂，從容咁合埋對眼。你嘅答案就係你往後人生嘅方向，你今日就要揀。我今日分享呢啲，唔係要你跟我一樣賣樓住酒店。我知你有你嘅負擔，有你家嘅牽掛。我係想大家學識嗰份豁達，學識點樣放低，點樣同自己講夠啦，我滿足啦。如果你覺得我今日呢番話講中咗你心入面嗰份講唔出嘅不安，或者俾到你一絲絲嘅力量，咁請你一定要訂閱我哋呢個順風順水頻道。你想去嘅地方，想食嘅餐廳，想見嘅舊同學，你成日話等退休先，等仔女大個先，等供完層樓先，等個市道好啲先。結果呢，記得撳埋格林個鐘仔，撳埋個讚好，加入我哋呢個大家庭，唔好失底。最後留言區話我知，如果你知道自己嘅生命仲剩翻最後3個月，你最想做嘅一件事係咩？唔好怕醜，唔好覺得省界，大膽寫低佢。我會喺評論區逐個睇你哋嘅故事，可能我會覆你2句，我哋一齊學點樣活得招積，走得體面。多謝大家收睇。祝你人生嘅每一段路，無論順境逆境，都能夠行得順風順水。我哋下一集再見，飲杯茶，食個包，繼續傾。但係你試下諗，如果嗰種長命係全身插滿膠喉，手指粗嘅管油喉嚟篤入肺，肋骨俾人急救嗰陣，撳到斷晒個腦清清楚楚，但成個人得對眼可以擘大，連手指尾都喐唔到，就係咁樣喺張床度活多10年8年，
你話我知呢種叫福氣定係叫折多？我蔡崇一世人追求先閒，做人做到咁大，最憎就係麻煩。活要活得周直，走都要走得爽快。去到最後嗰關，我絕對唔容許自己走得咁難睇咁肉酸。今日我就坐喺度，將我呢幾十年睇得最通最透嘅生死觀一次過同你講清楚，講到明。如果你想人生最後一段路都行得順風順水，坐喺度慢慢聽我呢個老嘢講幾句真心話，你試下合埋眼諗一個畫面，你瞓喺醫院張冰冷嘅病床上面，天花板嗰支光管白朗朗咁照住你，左邊右邊都係儀器，嗰種嘟嘟嘟聲1分鐘60下，永遠唔停。你條頸被人開咗個窿，插住條粗過你手指嘅膠管，焗住部呼吸機，每一下吸氣都係機器逼你嘅。我哋呢度冇假大空嘅成功學，冇叫你買股票嘅貼士，只有最真實最赤裸最啱香港人聽嘅人生智慧。